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本拿比高性價比嘅單位，49萬左右，一房加工作空間，實用間隔，加上非常方便嘅地段，非常適合首次置業或者投資。大家好，我係溫哥華嘅地產經紀 Lotus Yuen，Remax Crest Realty。我哋之前咧喺 Metro Town 咧推薦過一個單位咧，一週內就賣出。今次咧，我再為你哋推薦另一個優質嘅公寓。呢個單位位於麥花臣 Walk 社區，由 Hungerford Properties 發展。發展商咧係大溫都有唔錯口碑，主打實用同生活導向設計。大廈大約2010年落成，屬於低密度4層設計。整個 strata 大約有180個單位，以中庭花園為主，環境寧靜，同時生活配套又非常方便。一入門口，你會見到一個實用嘅玄關位置，有基本收納空間。廚房就喺門口嘅旁邊，設計幾實用，有不鏽鋼嘅電器同花崗石嘅台面，日常煮食非常方便。再行入去就係客飯廳，空間方正，加上大窗戶，採光好充足，整體感覺幾開揚，而且整個單位間隔設計非常好，幾乎冇浪費空間，每一尺都用得其所。呢個單位另一個特別同埋加分嘅位置咧，就係喺窗邊咧設有一個高質實木飄窗嘅座位，做工精緻。你可以坐喺度咧，一邊睇書一邊望住外邊嘅花園景，環境非常寧靜同埋舒服，好適合放鬆心情。至於睡房方面，空間其實幾大，可以輕鬆擺放一張 king size 床都完全冇問題，而且房間深度夠。你可以喺床尾位置加多一張書台做工作區，或者加多一組儲物櫃，增加收納嘅空間。設計非常靈活。浴室係全套設計，有浴缸加淋浴，日常使用都方便。最後仲有一個有蓋露台，可以飲咖啡、barbecue 或者放鬆一下，延伸整體生活空間。單位整體保養良好。地板、廚房同埋設備都保持得幾新淨，可以即買即住。大廈設備包括健身室、guest suite 同埋花園。單位包括一個車位同埋一個 locker。生活配套非常方便，幾分鐘車程就到 Metro Town。附近亦有多元餐廳選擇，餐廳同埋娛樂一應俱全。日常買餸方面，附近有 Buy Low Foods、H&M Supermarket、Save On Foods、TNT、PriceSmart Foods 同埋 Superstore， 選擇多又方便。附近餐飲選擇非常多元化，由中餐、港式茶餐廳、日本菜、韓國料理到西餐同埋咖啡店都有。平日食飯或者週末聚餐都非常方便。無論你想簡單食個晚餐，定係同朋友出街食好啲，附近幾分鐘車程已經有好多選擇。學校方面，小學係 Clinton Elementary， 中學係 Burnaby South Secondary， 兩間都可以步行到，非常適合家庭。交通方面，步行約10分鐘就到 Royal Oak 站，附近亦都有119號、106號同埋430號巴士線，連接 Metro Town、New Westminster 同埋 Richmond， 非常方便。附近有 Lawn 公園，行幾分鐘就到。平時散步或者放鬆都好方便。再遠少少，仲可以去 Deer Lake Park。無論散步、跑步、欣賞湖景或者週末休閒都非常舒服。整體生活環境寧靜，又有生活感。7個主要特點同埋優勢：第一，本拿比罕有50萬樓下入市機會。第二，一房加工作空間，實用間隔，單位設計幾乎冇浪費空間。第三，向內園景觀，環境寧靜，單位主要望向花園景。第四，高質實木飄窗座位，睇書放鬆，同時欣賞寧靜綠化景觀。第五，大睡房可以放 king size 床，床尾仲可以加書台或者儲物櫃。第六，步行約10分鐘到天車站，輕鬆連接 Metro Town 同埋市中心。第七，包一個車位加一個 locker， 提升單位整體嘅實用價值。
為咗幫助你更好了解呢個空間嘅潛力，我哋仲準備咗一啲虛擬樣板嘅圖片，展示咗不同嘅設計風格同埋家具擺放嘅方式。呢啲圖片僅供參考，但它們確實突顯咗呢套住宅嘅多功能性。我哋亦都準備咗 Matterport 3D 導航同埋詳細嘅平面圖，方便你隨時隨地了解呢個單位嘅空間同埋佈局。呢個單位最吸引你嘅係邊一個賣點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我自己咧就覺得呢個單位咧最大嘅優勢咧，其實係價錢同埋實用性之間嘅平衡。喺而家市場嘅環境，要喺本拿比揾到一個50萬樓下又有咁實用間隔嘅單位，其實真係唔容易。我特別中意呢個設計，幾乎咧真係冇浪費空間，加上有工作區、實用飄窗位同埋寧靜嘅園景，生活感極強。如果你係首次置業或者想揾一個穩陣投資嘅單位，我覺得呢個係幾理性同埋可以值得考慮嘅選擇。如果你想安排睇樓或者了解更多市場嘅分析，歡迎直接聯絡我。我係 Lotus Remax Quest Realty 嘅地產經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